喂，大家好啊！歡迎收睇呢個7749啊！又同大家咧研究下六合彩攪珠啊！嗱，嚟到呢個第25期啊，六合彩攪珠咧，嚟到3月終於嚇，你3月2號啊，星期四啊，晚上9點半鐘。而截止售嘅時間咧，就今晚晚上9點3啊！上一期嘅頭獎咧，終於有人中啦嚇，都話咗頭獎係唔會連續8期冇人中㗎啦嚇，中晒。咁所以咧，終於咧個累積多寶都要清晒啦。咁所以咧，由翻800萬開始啦嚇，個頭獎都係800萬嘅，祝大家好運。咁啊，嚟緊呢一期咧應該冇乜大變化㗎啦嚇，冇理由無啦啦會暴風球、黑色暴雨㗎啦。咁所以咧嗱，3月2號啊，星期四之後嗰期咧，3月4號星期六啊，嗰個咧跑杜拜馬，可能 J2 就冇得睇㗎啦，到時大家都要留意啦嚇。講到7000萬啦，咁梗係要睇攪珠啦，好耐冇睇過攪珠啊嘛，先又佢到最受歡迎嘅賽馬 B 啦嚇，幾好啊，好受歡迎嚇，人見人愛嚇。咁啊，嚟啦，睇翻投注額啦，個投注額咧就幾多咧？有11300萬嚇，算多啦，係咪？喂，過億喎，係你都話俾你聽，去到6000萬都唔過億嘅喎，7000萬先過億啊，11300，咁可能真係有3個手錶嘅關係啦，係咪先？嗱，咁講個結果啦，個結果其實大家都知㗎啦，即係睇到呢個節目都知㗎啦。正常我哋就 cap 嗰個馬會網嗰個圖嘅，但點解 cap 呢個咧？話俾大家聽嘅嘢嚇，又係嗰句嚇，開24、34、44嘅嗰啲嘢咩？我成日所講極難中嘅組合，5雙一單嚇，5個雙數20、24、34、42、44咧雙數，咁另外一個單數就15號啊，呢個就5雙一單係最難中嘅嚇。頭獎啦，個頭獎咧頭獎頭先睇過啦咁頭獎有7500，係有7500幾萬嘅差唔多7596萬。咁咧咁因為咧係咪派出紀錄咧？係嘅，10大之內啦，但係因為咧，由於咧近呢幾年咧都冇乜人整嗰個咩派出紀錄表成日即係你就算連上網嗰個我都未必係準嘅因為大家知最高嗰個9000幾萬啊嘛，係咪先？跟住嗰幾個咧，因為大家個計算方法唔同咧，所以可能咧就唔同數據有唔同出入嘅。總之一定係10大之內㗎啦，一定係7500萬係10大之內。喂，咁咪咯，我得住好開心啦，係咪先？本身話估7000萬，而家多咗500幾萬，咁啊即係喜上加喜係嘛？啱啊，冇錯啊！我對於我呢啲咧即係長期都唔中嘅人嚟講咧，咁啊死啦又係開世界嚟左右啦。其實唔係開世界嚟左右先陰公喎，其實係咧咩咧？就係咧你有一條飛中，可能有條飛中2個字，跟住另外2條飛中幾個字咁樣咧，即係兩個咁樣咯，兩個咁樣，1個2個半咁咪死啦！嗱咁啊嚟到3月啦，咁啊800萬頭獎就要由翻800萬開始啦不過3月咧就好得意嘅，3月嘅六合彩咧就係好規矩嘅，246、246、246，冇咩唔會取消攪珠又唔會，即係如果冇取消攪珠嘅話咧唔會咁好張黑色暴雨暴風球嘅總之係246，星期日都冇好即係非常之黑板嘅不過又係嗰句啦。如果真係要翻8期冇人中，真係幾難嘅咪咧？我都話咧，上一集都同大家講過㗎啦。上一期同大家講過，根本上頭先好難8期冇人中㗎啦，呢個唔使講㗎啦，係咪先？咁即係即係嗰個咩？你見我其實講個即係專業又好 Facebook 專業都係嗰啲，雖然話我就冇人哋咁勁可以可以及到實啦，但係換嗰張俾你打啦，7000萬係咪先？因為又係唔知要接幾耐你知啦，之前頭先有1億1億5千萬啫，頭先有40分咁多寶啊嘛，係咪先？咁800萬開始啦，咁即係話俾你聽，星期四、星期六、246、246、246，咁你又唔知累積到幾時先累積咁就啱啱好就係2月嘅第一期，就係8000萬，2月嘅最後一期咧就7000萬，啱啱好咧就完咗個對大獎2月啦個2月可以叫做大獎月嘅即係成日頭獎好死高嗰隻咧，即係啱啱1號啊金多寶，28號啊7000萬都同金都差唔多㗎。咁我3月唔知叫咩嘢3月係咪叫淡季咧？因為如果真係又係嗰句唔搞復活節金多寶嘅話咧，咁呢個月真係幾悶嘅3月。但係又係嗰句啦，係咪先？3月點都有10幾次落彩嘅，係咪先？咁你上期做唔到，咪下期再努力咯，係咪先？呢啲係咪先？老實講係咪一日仲有落彩都仲有希望啊嘛，係咪先？所以咧，大家咧繼續努力加油啦咁所以我哋個節目都要繼續做嘅嚟到呢個第25期82單時間啦，係咧，玩世界
啊，今期提供咧就係13、16、28、30、35啊，47。又重嗰次就係13、16、28、30、35、47。係嘛？真係計嚟咗冇閒啦。話時話，老實講係咪先？喂，咁咧800萬嗰啲通常一係就啊！如果呢啲除咗好多人中啊，一注中千個，一係就冇人中啊，二注都冇人中嘅。喂，如果真係跟住嗰幾條800萬都好多人中咧，咁啊即係你啊即係咪落出係咪真係咁易中啊？係咯。有時都諗下點解人哋外國嗰啲可以10幾條冇人中，但係香港嗰啲真係唔會10幾條冇人中嘅，大家都要研究一下啦嚇。希望大家咧呢個3月啦，踏入咗3月啦，而家突然啊第3個月嘅時候咧，希望大家都繼續行好運啦嚇。好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咁我哋去到呢個星期六啊，7/7/49度同大家見面啦，拜拜。